长篇评弹《玉蜻蜓》第9回三娘受屈，由蒋月泉、姜文兰演唱。生发了那忽悠里学到一个红绿警察，要想起外北太太，打听杀人不见，外北杀人得罪2个同的上司。哎，这不是预告和班队，班上泥房里屙的红晕，给他警察不里抢得起。那么生发拿起这里去了，这个人好气2头，你抢警察，你要去冒功，你冒领上司，这里批日分口去，这个东西让你用。那么生发呢，太气是可恶。那么这个事体呢，谁去告诉上他不空啊，因为你一堆里想猜个错，在3房房厅那么最是的金包姑姑要忽悠，那么你或者是约好去告诉他，哎呦，干嘛的肚里痛要登看，登着看完要去告诉他们来不及，啥的这个闲话不让泥房里进30之前。因为这个老太太在海里泥时候，要听闲话啊，谁讲的人别人，你讲了后头个班去，到底讲了，你在海泥肚里听不听？是一个重人，你厉害的个人，精明的个人，随便呢谁讲，你没讲，随便多少人谁讲。等到都讲我之以后，你弄到2家头的闲话，并那一代里来想。老太女士和昔日为止，到这个辰光内我要去讲来不及。那么娘里嘛去登看。再怪丈母，也觉得真正，可是方队里一理也不理我，搞不毛家里，警察不肯送不理的为恩在心，警察跟来抢主人，不等3วัน来去吃。现在我不警察，奔到泥房里生玩具。你娘娘比前是不是？就是给他生下的一个你娘娘，杀人唬人，没到新国的人，乡下人，爷娘家心噗，心啊特别，大家头都抬着讲噗，叫噗是个人呀，那个牙子噗油瓦该搞大。地当开7倍，雨车开9倍，地盖行情啊都养路。这个你娘娘的神性乖然，么那样是一个人呢，生一张锅子里，那么这关于锅子里没别去，我来的我来就是锅子里，不过一个锅子里特别，叫叮当锅子里，学的这个老去忙上的，我的再搬开来。头米嘛上海他不了，掐起人超过2头斤钢筋钢，大头比掐皮这么一上半来讲，你说这吹要死个来，世界体育是干一个人的，大家定做出来这个，实在们那喊你们人去不够，给他包在你14次里面两东西刚你去，而且开车开来淋雨工说3武器，刚闲话我这什么在海里有句话大的。耍个路阿路，但还有个阿路，那么你阿路耍个搞什么你自家不晓得，都该有阿路。那么南滨口府跟二小要么为了特这样一个高飞，沈家东还为了1个人，所以说沈家东好人呀，一他心目里也有想的，他心目里还要改改，人品好，大义大德。沈家东头里专业的我这个第2个儿子这样耍个门。等了外头飞比啊太多，第2还不人讲好好叫人讲个小家子，花对花，绿对绿，普分起相对外头要去，我这个儿子嘛，只好从2路来弄，实际差不多。第2还不人讲，身家里的马虎的，仆家里的忙高派，成功是俺有的亲子。不过你自家内裤不晓得，吹人都做光。哎呀你，那么1年1年都要赚进去。
你当自家别记得了不记得喊你了，所以手了已经当西洋皮肉的。现在看见我的当奔进来喉咙300下里手口不是眼，你也是好出息，破干的。唱歌。哎呀呀，喊人喊到上了这个奔出奔进家啊喽！哎呀，娘娘，奔出奔进嘛，谁会是你呀？那奔出奔进嘛为我家。那就是这样呀，阿爹每次到地上才打个16号，那么看看每个口梦想打回来才都16号不能打的。唱歌了，16号喷喷嘛唔上海哭吧？那我怎么上海哭分菜的呀？分菜嘛白菜哇！哎呀，你娘娘，小的弄了样没事。要不然你娘娘可不知道20后了不时候呀。唱歌啊，花的个么家多，啥么子讲？那他说过来。你娘娘打我个样么子脑袋水里面也看。还认得？那还不认得？叫啥看见个样么子的胸口的马上给他痛。这个是凤头警察共中一代的嘞。武太太的门，老太太让经济的辰光，以公安表打的仗叫凤头警察，喊了上个浪向，这个是枪枪打，但还缝了对一点点，里向的眼睛啊，咕噜咕噜咕噜不得动，总的这个么子属洗衣裳，而且这个机杆才会对的，叫凤头警察。感觉天阿布拿个带凤头警察拿出来，该子你3房新屋晒了浪嘛阿布说，是我嘛说的年纪大，这个岁数大你不配。现在我想不让不，给大个大娘娘是好人，新郎在不拉新郎，三娘娘是听啊不听，虽然个你娘娘叫啥的我妻子对了往口，那不他就应该先要不拉大王。要同娘娘非要那么熬来不让你忘，要我非要他去抬出来，那么你不让再忘。这个呢，葡太太为重要，吃到你个葡太太不为重要，但还脑袋凤头警察这种三娘娘水里烫一入，以往的喷脏了一起没法过去，头口烫出来2点子。你外个在凤头警察们替三娘娘有家走停2家头不得。那么叔叔在屋里向还是该搞的，不在无耻。但还这个么子不管，吃醋，大三娘娘有家走停，谁知不得？那么那3房的凤头警察进去一直了难睡。你自家个屋里这个毛病一下，这个阿位睡觉不够进去推得来个。香港。老大那是啊，那哈，好我叫哪家去的不是西门我你娘娘自家欢喜这个一门的当然妈妈好，这个你自家欢喜，男睡觉不固定，推不人家么子个喊我你娘娘要单个，不这个，啥然后来个讲，这个，他这个是凤头警察，娘娘，从小就推得来个呀，啊，小都被人对上去拿得来个呀。哦，不人对了我个，对，拿得来关。唱歌啊，哈，搿只凤头警察是3房里30个么子，哪弄得难睡里家？我三娘娘个，哎呀，你娘娘，那么这个是哇？西跨的难道让对门口分对哪里了哇？红云香就三娘娘，我们是问我主人个上去成功。我本来想听顺房去上是里推的呀，现在是三娘娘们是来得真好。顺房3房里个东儿，推自家房门那里东家么子，这个副头兵装得上的，随便上人家子，所以你靠位。哎呀，你娘娘说不得听不得个的哇，还得落得来个啦。刚呀。那我现在回去才16号，就在北龙里面把到3房那个东儿顺房。我要提起顺房里给他一通，这个东儿离得还要出去，还是搬到那么大事啊？这是看见的对郎一个凤头警察呀！哦，哎呀，我在女人可不出大郎，但是男对郎。你哪弄到一对郎家？那我们临时来录得来的。这这里16天来慌里慌张，说不什么面孔张红。哎呀，啥个表表，我们是因为我来了，也没办么的，为你我唱个错了呀。
上，给这小娃子楼里边还挑妹子家，这个东挑嘞，你这对娘娘一口是三娘娘么子么对个对吧？你这呀，三娘娘是你狗上呀，是放三娃那个东儿呀，东高对了，我们这种但是东儿对了嘛，这个李下单真是危机。走。阿去，你嘎子嘎的经验丰富，极多。其实你也想说沈芳翠三娘娘的么子，不过你自己想不是，嘎子的这个得很。三娘娘的么子，哪弄在沈芳对了，搿里想在极多，你个头名都是那样的。你什么一句我不是连错腿背不了。你娘娘一天没有什么的，自家改个呼吸些，这个今朝也让人家吃还是提出。那是也想说沈芳翠三娘娘的么子，作为一个中事体的，他是沈芳翠三娘娘的么子，你康龙也来不及，给插了对浪家，这个非洲子的。从打沈芳不对，也害沈芳吃2斤3碗。也对出你比咱马上弄沈芳害得来。那个他们落得来，个两个子在马上抽吧，哎呀去害得来啥的？沈芳的神奴才是去后，今朝是也不等张伯里去吃。谁阿生还不是个门？你身家的三房新屋里顶水啊，当酒客，中波的也是一步抓。你等往里你往里在里多水里也太真水。谁要说西藏上岗里以后。我想在南门都三房里的武器，吃他的肚皮脏气，养一个牛宝宝。三房里谁是个张昂昂，在也是红卡。今朝在机会来吃，乃是要将海参放吃3碗，乃分想一想，12年过上，一个是三房的一个童儿，这个难当中我可以有望都直播通改了。这当时是干人工老太太汤是相信的相信的，三房的谁也背得。俺们耍别大力气去了，他又好了，厉害我说讲完了，据我说的一部的不是这些龙江，干嘛今朝大力看啥子？我的啊，是娘娘。他我讲那个我你娘娘不大够相信，那些人还是去吃啊。句真理。不相信。哎呀，不跟这个男人。那是真的呢，当我发个嘴口，他嘴我不相信呢，什么嘴我不相信呢？真的。来发娘，怎么娘娘在听孩子呢？听哪里嘛？别脚的口，好，举我来嘛把走。这个提了当天提了下头，我女娃的我的红人，真在当自己家是哈什子嘛？那哈，哎呀，实在的他在看我的呀，明明哈什，可不要说把这个嘴边引起来，我就不对。再讲不你，我把个切嘴嘛，用上是不应对。娘娘的亲孩子啊，下次该当起我还是姊妹，不然毛大人进来一家人吃不给。那这个来嘛，我相信来的吧？不要是你娘娘。我们这个去老太太。哎。他们这老太太们奶女一个2、3个。怎么有这个2、3孩子哇？小区我的那趟是说讲话是，走来我也看上那个。是的哇。此天龙江我娘娘的身不够高。哎，是个呀，三呀。那么那不能够拉高。三老会。三哥。来跟我一道去老太太去。可娘娘最好口仔细呀。你娘娘在里口说那个种头名罪人我才晓得了。他说这里都不让毛三年叫批杀呢。毛三年们人啊不认得你哪来批杀呢？那是巧计。再过来说，我汤是配置那么了，半夜死的，这块半死一个人不死，来做第二批，我这当不懂。能够拿3房里搬得再好，不汤是搬不得事体，龙抽帮马术来红领去顶。我没过去当那真的，再下去，一害也害2的，公园。是你呀。跟我来啊。可是呀。2万，带了关东西，
也得他个王庭不是非。东北夫妻把君亲哎，今朝是一只金钗皮海皮，以往这个大夫妻才是确实，但还这个二十要将500两滚开银子，批身军亲出门也害3弟个性命。今朝个二娘娘一发金汤，也害3娘娘个性命，叫夫爱他夫，妻爱他妻，这3头名夫妻不知哪不里搭了啷个。他旁听天津，加上这天机上里的浪口，哎呀，哎呀，听那老太师儿身材皮，他了。啥体也困，但是你苏州人有些人家都在下口去，么像你屋里向的辰光不够，有种人家在还下口，个这么想到这些儿子，养3个儿子该定好的事。我不是你是军亲计划的，苏州人在家里小梦长军，西外边去实力，要把里头经里向固体而亡。上头不是天，绝对没个天地。他刚刚我是女子唱诗今朝不辛苦，那拉屋里过去非要我是俺一把年纪比拼，上水几副100块，下水几副100块，你才晓得。俺都把你两家头今朝几时你不走，一路浪都难都动力。这个两家头比较难过，不知哪弄里白纸上多，到底都从来分天3去，家门不一。我是俺一把年纪过去，让过不让儿子去，我心里难不难？来他让过，就说他在外头看见儿媳妇来嘛，这个媳妇里不欢喜的。那你刚咱门刚头一件烧铁肉包，啥个路？刚刚来过南极来的，张不开摸不开。那他不欢喜口里上来嘛，身体背不住，那不就么你娘娘他上来？哎呀，挺蛮好不啦？周媳妇就是挺蛮好不噻，阿鲁。哎呀，来他想我听这个头名阿鲁是对难好。一在一把牵手，都要是挺蛮好不噻，但不必身体受的。红云眼睛搭上来，但他上头，小的红云接着他打出的听罢了起来。小不了他。对待你娘娘不比一类，给的是眼里一吐，给的是开背当啷一打。这呼吸心我是为了他身体是走不起的，不晓得未必哪个把人来府里的还没用的，里外的里呢。听蛮好不啊？哦，大概江西的个娘的，一在，你也不要哭啊。自大年纪都身体当心，家生死不能复生。咦，来他才难得个，刚才给他身家里来人家几年，从来分缺心哦。刚才我已经说清楚不，今朝的劝我非要哭了身体当心了，他得蛮开心。一个人不晓得为他背个呢，他在那块哪门去讲人家分上像风水走，不晓得老他哪门多风水那不灵才。老太太的带着我们身体慢慢加浪费走来。是啊，三儿军情上将遇到死的口里。啊，老天蛮好不啊？我这个让他问，一个头面我大概气绝这样也是两个。这男同志我个让他问，他一走你的带菜，
么子老是阿多万里等那外头飞别的多。是啊，大浪儿啊，风骤雨大。哎呀，听没好不啊？叫外族劳动的嘛，不叫真正嘛，还叫提车啊。那么呢，他不懂。那年海我当中有外族劳动嘛，不叫了有提车。而一在，你的是话走不懂。哎呀呀，听没好不啊？有啥懂了不懂？那年口子马上水懂啊，砰！一把警察说完了。那他拿个衙门是拿得水的嘛，他想我大家看，个衙门是叫外族劳动嘛，不叫不知哪衙门，啊为听上去为的吱叫个。省他拿得水的拿个衙门是一口嘛，人在哪不得不认得，自家的门哪不认得，奉头警察。公众一带得了我还是年纪大不配着。不知三王里南京这一大龙那来水，那个衙门叫外族劳动嘛不见，他不懂，衙门三里口，而一者，这奉头警察走步早已死于塞吧，真是一阵在你水中哪里来的？哎呀，听没好吧？连门口上大户来人，我说的身高百岁的师傅吃，那他带里口我要又出来。你啥个身高？你都要像我马大这个才子周围盖两个洞的身高百岁，你不讲哪些？而一再不讲走步真为明白，听没好吧？你海红云是字吧？哦，个中海我理发派要五对高，他大概也听说吧？红云是了，太太，哪里来的？是了，太太，这个娘小的改病，小的句这一句我人不讲。本来为人不能够是谎话。是呀，这个小的改病呐，太太，哪个是小的了白龙里把他西方的东儿盛放，现在可里对来的蒙对警察，我在女人看他怎么了，蒙但是难对了你，没你说到我来，么叫他的师傅吃呀，他的边来黄里黄他面孔长红。傻家，我们是因我个来了，同你半亩别家去，为这路操作了呀。我就别起来那对了，说话之路为阿条没出名再讲，咱们包票我来去把你娘娘看给，就是你娘娘一看啊，说是对娘娘的门，那么这娘东高呀，是方东儿呀，东高能拿我这东儿对了，这个你想想真是随机，走。这也是几多，这几这个嘎起来，嘎他没听上来，不晓得个老太太吓人。叫他你听不出，对吧？身方么三王的个童儿，三娘个警察拿弄这童儿流浪下么个里向带几多？个他的确是几多。那说比有种外里外派的人，你为了想出去的，阿为推家，阿为两高的通改的，老实的人一根绿头上想不出。哎，三娘的警察怎样的身方队长们，我的不懂。你娘娘是在我不是本来这个chuyện我别不讲，你不懂了你们说法，而且家庭蛮好，把遇上懂了不懂家，这样什么事你给我上水不是在身方嘛三方这个童儿，两高的压好了生不拉这个牙，哎呦，老太太听见的这个神日吃亏么面孔一白，到底王峰太太。几个地里么这真的面孔上说上去，走，谁开还是？不这个红云听，哎呦不对对吧？这你娘娘妈妈我是两是顺方推的，不等伤我不离去，所以现在都来的，是两高的直不通关，没听上关，那个弄出来两点人性命了，跟我哪里选择口讲？干嘛也是挺上？后来要是你娘娘说个，叫是来我说两位，回到泥房里一口上，那哪弄法呢？这个再讲个严谨，我们刚进这是几多呀？这真是难说的，因我这里一份得出来一个直不通的，一到高才听起来，对，不关我啥子。我们在酒店去，什么不是错？眼睛说了是你娘娘让忙口内那讲下去。老太太到底，今朝有什么？两家的一打一档，一次一场，但我们的一来个指，要冤枉三星五直不通该事体没听上。
太太对你娘娘口口，搿么叫上来你心。今朝你家本人之人，我葡太太都想上那个当。你今朝个三娘娘的气质，你对阿别的，连死也破不行。这个媳妇我葡太太可以报喜，怪得做不通改的。平常你这个行为看得出，向来大义大德。我想你是军情西拉上岗的雄心抱到屋里来，你得到53岁真家好。获得了四区慰问，对家军定时上向上不里亚死，我不去给了的，我说你到夫妻也好，你也是可以干，不过那肚里向雨洗了海，你身家的三房通光个张昂啊，你也是爱上非要你养出来的这个辰光呢再死，那么你说答应？那么非要你养出来安心，非要你我来这么的洗不落的呀，有这个非要跟那个新郎非要你身上的。面孔上像一枝花分不到，身上像苏定得劲，还是里外的治不通改。人都娘个婚，老太太对里口口不比难了。假使本人来说，你娘娘治不通改嘛，我当做新娘你心个难出来口个做得出改。三心不对阿面的，这个老太太这个辰光轻伤的，给不过老太太轻伤一些些，等些活动起来的，还有活动得来比活动还要活动。自家在弄不清楚，那么他讲过，哎呀，弄个两番，我讲不能你心不听你。我尝试弄个两句，我讲不能你心不听，那你心不也想的，不他来了让光3年，我想来大一大这个，你可能一直活分不上了，白不会这么当的，那么南京他让生法律让你，我总要有特意讲不来听，让你好服了，他讲个东西。三心不做只顾上以后嘛，来讲的一枝花分面孔上不让嘛，当做他打不打？我不那个红头警察里去把他相信，有些一年三心不开箱子拿么子了，大家去拿起衣裳，衣裳拎起来嘛，因为红头警察的机杆蛮上，衣大浪一打，衣裳拿出来嘛，他警察他让他那雷白了，三心不他这分享，你拿子么子去？可大红头警察嘛，不拉三房里不知为这个阿头人为不去阿妈娘姨些啥，就让这么吃光了。那么这个阿的阿妈娘姨你口中盛房，因为盛房不高些年纪轻人品也蛮好，大地上去把大那给他警察汤把拉盛房，盛房我这个大红头警察的随便哪不晓得三娘娘个门，他这里晓得三娘娘个门的不够他那地了，做事呀，张伯伯你不晓得。不晓得，年纪轻嘛，过些马蜂了。我还有女人口中，我所以红人口进门里来沙场回来嘛，啊这样我们是因为个来路了听过的，从那外头面飞儿响了，再塞，怎么的啊？这当时我葡萄他帮你，我马上拿三心喊出来，我来问你个，我把那个警察沙场回去，开你去拿。加上你挪白挪不是挪出来一张的，在个辰光2只眼里葡萄他挪上一张的，那么我给他警察为你们我马有的，行吧？葡萄他不那个么子，那口中么子，那谁是口中我葡萄他？那房间里像个警察么子不得不去，那下来这个人不是也不去，么子么不离金家的，让你心目在那边听听，我葡萄他中人谁是个的公平对，他不就来喊我的天下，他。是三万户三娘谁来见我？真他吩咐啊！天下我的他到天天嘛不走来带红云带娘娘口口，今朝都样子，这是对你们恶意的，唯一干个种头名字，你说把得人气。叫啥？达到三房房厅上一口嘛，只看见三娘娘让狗的，三娘娘，来他听来气大呀！是侬谁的谁来？谁来啊？天下去回复他们是三娘娘谁也来的。三娘娘身上浑身手薄嘛，压力拔出来。我拿了让狗听你是来他已经够的不？哎呀，你现在这个人的脾气对天杀开，来他狗就是做从的来吃的。那么别的据说了是狗鸡，那么做此句一年难得吃个鸡蛋，难得顿不为不够吃饭没有我给。这个另外狗也说。鸡样点菜才是最要欢喜吃，让你说吃得称心的，实在么夫妻恩爱，
现在听见来太太还没不够呆没？关键哪生生吃奶白子三下要波比口口喝，才有买贴的，带上去吃点菜。我去马上睡了，真的是一根，实在给个来太太房听天津一口闷，这个去葡萄塔树浪当中，波比扑入你呀，这张面孔白白白，三刀戳不你四刀不出血。红月来了，波比一只手搓子呀，一只手开板当一打，你面孔卡起的面孔。现在不是少人出卖的啊，这是真呀！不晓得就是让干哪个去的，你哪想着的？三娘娘大大房听了恭恭敬敬，多多虽然，非无忌不不。这个老太太看见这个媳妇，当只会在民福龙大概开开沐浴了，实在欢喜，心里想发出来个卡话，一在罢了。一口闷，泥房里坐哈啦啦，非受大家面红心风，接应也接应一场，再把他面孔了，得围追过来。二毛，奴家非妇。这么你娘娘千错万错么来人之错，把人让接应呢，来为个理娘，这个女人去就不给。你想你还当那都不个，那个东西我看来不起，当那没啥都不个，身体一直么，只一屁。而且老先生啊，还有你那里啊！哎呀，傻气！他打你怎么？回过来嘛，不必凳子上守定。跟咱那身体守定，你往地上去。我愿。娘娘。人是上头就得编织的。是。血滴淋淋。哎呀，哎，大个血样鸡这样一张。是。那是当时的后岗，你编织的吧？哪个家？与居民党的。啥个名哪家？介绍也天不上，大三分风雨和我啊！哟，三娘娘气得整个血都喷出去，可从小好配的。我们男人记住了更少不是不少看，你当我也欠不少看。别打你动不？还不被打你一步即是不少张律，不他打黑我来问问听啥有啥事情。啊，公公。一在。后父虽无在此，以后分。他才拿去吧。我倘是老子一讲地方里边割起的海南事，你都把我们的本来不大父母，那是讲你不会也好。一讲人家不好的，顶下希望到父母。门第上再讲吧，记者，周不赐予你一对红绿金钗，世间在哪里？介绍听你门起红绿金草么三娘娘两种哎。他不懂有啥的底细经常哭着，旁边的娘娘看见的哭着几回来的，哎呀，哭在，虚心在，哎呀，晓得是的手帮怎么啊？你的为浪错比较厉，他不懂，一在为何底细精彩，要伤心落泪？哪别哭。男人出门一到警察打出去，那几个警察再搞几个男人，别离心惊。哦呀，母母，在西部改兵。
农民警察拿武太太的门，你到了队了，我是头顶娘亲，假使千金我们，许下妻儿，许是季节妻。警察好了上岗里，这个人没把我一带来，我里围上一个。和君相送，泪一枝那我在龙不中，那送不中我去接送不门的些，上了电视这一代电器生。后沟宝宝，把那妻儿如呀地界亲亲。哦，原来是此。是。太太听我们二了。三媳妇早晓得有时俺一段事体，我今朝才被拿不的。去年我第二儿子出门夫妻分别的辰光，但还是以我一只其他真亲对了。夫妻恩爱，他是来了外头，好比头顶娘亲，把我来么三个看见我刚才一样，夫妻恩爱。第二儿子上岗里把他强盗杀头，那么人了上岗里么，给他警察拉上岗，两天里是箱子里还有一场。新妇郎问我，你不知本我来送来份文信，来今朝杀几样地去检查，第二是这个新经，这晓得我不应该的。他在这个，在新妇忙忙，你一早了上岗里箱子里这个一早不记得个的，过去了让我水里的，那顺方队那像红军路到现在都是我水里来的，我们来海里箱子里为啥去拿出来？那块新妇等他都拿不出的，些时些带着我两东西的布他我还有这大不记得，那么我在马油里，那边一代没看中，一扎不拉心拿，那看中么子，谁是看中我布他警察会带海里去拿出来，一在是今日里与警中巧量大手，走不无明里把唯一之金钗拿出。明巧量这样再打两对，每房一对，免得我婆婆做人为美。三娘娘哪能明白？在泥房里忙忙寡妇带了米都之前，胡太太送子警察给我，那时考不得清家，第二日为了让他胡太太做，我听得出，为自己来破了，还当时的送不来。那个两位汉，我不说是艺人爱我，我街上一发得了，假使一代提了啦，我上水风上送不能不得，再不警察啥事情，那么这个下去我上个胡太太做男人，是，在师傅哪里？在此等候。外地上没起来嘛，等，要进去拿警察。就是来太太顶那里白云上。他才在规矩不执行，自然一过年纪让阴森里，让隆松里，你明明拿不出。再可等些眼白手白是两种眼，南浪带里白云可嘛半边个女娘娘啊不是？拉皮蛮好不啊？而已在，那可3岁的他警察拿得出个，拿不出的，拿得出的呀！你拿哪个人都没吹了不的。拿出来警察比3张的，上岗里一张，5岁的一张，箱子里一张，出来也比3张，随便哪拿出来？
真记得。哎呦呀，听没好不啊？3岁是个他警察局的3岁队长，以前的那上岗你还是屁那呀？实在嘛，你分不了3岁，就是不了顺房了呀。今朝呢，门西警察们的太大3岁身上想，这个叫死带证的。哎呦呀，随便那路口里都还拿得出去。那他讲我不能说混这个，怎么这个？我等一下看3星期他警察到底拿得出拿不出？他是来带我2多眼里还警察拿不出的，这个心无关系。假使真正拿出来，警察比3张，绝对不让你心无是吧？这个心无关系，体不通改对。那他哪能想不得？沈冰清分析，上岗你搬到江德局里。你差一个小强的送封信出来，张破500平区嘛，给他红队警察局打出来。都不理想科技红队警察嘛，晓得我军情我了嘛。小强的个封信身边叭叭叭打特的，落雨天不拉不能打特的。讲到打特这封信里面够上门了，非本都抓到俺们里向去中办。那么你让采访里向小张比的，我说你并且买好了，我们都放心。我在红队警察包一把嘛，了互相啊就怕坏起来。当然，马在定不比差不多这个水里，个张指定的风吹之雨都懂不得。今朝地恰不拉顺方的，我们其他队长红云抢到水里面，估计拉来水里向一点点分错，那他哪弄得明白？三娘娘来嘛，又往三娘娘，那么三娘娘平方的是顺方大。